今日嘗試跟住海外著名嘅徒手健身大佬 Chris Evans 嘅7分鐘 chest workout， 先嚟35秒普通 push up。一開始做嘅時候唔算話好難，我逐漸開始 feel 到我開始身體開始充血，肌肉開始充血，逐漸開始有啲疲勞。做完之後休息15秒，就開始下一組嘅訓練啦。休息完之後做35秒 archer push up 弓箭嘅上壓。啱啱開始做動作可能唔係好標準，嘗試調整自己嘅姿勢，慢慢修正，盡量做好佢。去到呢時候已經覺得好攰，已經好難頂，但係仍然繼續做落去。如果新手嘗試去做呢個動作，簡直係地獄級嘅難度。基本上你有咁上下嘅體能基礎先可以做到呢個 archer push up。無奈倒下，果然 Chris Evans 嘅訓練其實唔係咁簡單，其實唔簡單。